test， 那个试验1、2、3，那个监听没有出来。1、2、3，1、1、2、3，麦克风试验1、2、3，1、2、3、4。欢迎这大家平安。咱做伙起立，彼此来祝福，我上帝稳定教育你的，上帝的恩典够用。咱用这诗歌，主荣耀的同在，带来伊的快乐，带来伊的平安，带来伊的医治，带来伊的头发，带来伊的供应。所以咱唱这诗歌时，咱用咱的心来念哦，大声来传，荣耀的同在，求你来降临。你的同在，何等荣耀，你的天来，我来敬拜。咱若要做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高，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最后太阳我，轮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咱做伙开声来感谢主，过去甲现在保守看顾。伫看会到、看袂到威胁，拢伸出伊的圣手，啊像伫压咱，在保护咱。咱现就来感谢，咱做来恳求祈祷。大家都来做阮学乐感谢你，你大的听堂，互阮会通面对这世间的罪、世间的凶恶、世间的危险困境。你万善阮会通做伙伫遮来恳求来祈祷，这是何等的福分！哦，主啊，阮感谢学乐你，有一面阮会当伫遮三角主心，伫遮学乐敬拜，这拢是你的恩典，这阮欠过无，都是你有缘用你的话来润着阮的心，帮助阮会当伫遮来经历你同在。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
阮会通做伙伫遮来恳求祈祷甲聚会，这是你的恩典。因阮知影世界有真侪遮个所在，因无法度自责，因侪遮个死神，阮看去印度，阮去侪所在，你看人无五目，主你愿怜悯，求你来帮助阮面对阮生活的困境时，会记得你有缘用你的手来保护阮、阿阮，我会通自由来到你面前敬拜。愿主你赏赐你的同在，愿继续用祈祷来到你的慈恩宝座前，大大开喙，你大大充满伫阮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若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用这段圣经作为来宣告讲，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俄罗伊的名的荣光，用俄罗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行，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敌袂降互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俄罗你，要吟诗俄罗你的名。咱要做伙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两岸的关系。最近媒体甲咱评鉴讲，咱台湾是即马世界安怎上危险的所在嘛。所以提醒咱吼，搁较有上帝吼，咱毋是靠美国、日本，毋是靠其他。圣经讲，人靠车靠马吼，咱是靠万军的耶和华上帝的名吼，伊的气力，才会通面对咱的困境吼。啊，搁咱看袂到的遐个细菌一直在传吼。最近华航的技术这个代志吼，已经有遮个影响，拢是相信上帝要帮助咱关关难过关关过。拢是咱爱继续为着即个土地来祈祷、来守望守望吼。圣经讲，咱才会通平安过日，互遮个政策、互遮个策略会有效果吼。啊，搁有咱欠啥？欠水啦吼。有人方面要来，总是咱期待，嘛有有一寡遮个影响吼。所以求上帝来怜悯吼，互咱所欠缺会通得到伊的供应吼，互咱的国家吼会通合一。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即个土地百姓，知影通敬畏上帝，离开遮个歹，离开遮个偶像，开声来祈祷。人民台湾，人民阮的执政掌权，我条野拢会通合一，我条野拢知影通敬拜造天造地主，小事外命，怎无去敬拜这偶像？怎帮助阮伫欠缺中间雨水，伫降落稳定的雨来润着即个土地，互遮个万米拢会通伫遮来发生。愿主你来帮助，如其凶恶的政权、凶恶的威胁而威远，主只有你会通伫遮来拯救台湾，拯救阮你的百姓。台湾的主，将你的光天照伫人的心内，互人知影离开这黑暗，敬拜上帝，无以敬拜人手所制作的。主啊，人民愿伫看会到、看袂到的遮个威胁，主你用你的手真做正对盾牌来固守阮，互阮为着执政掌权咧拟定遮个政策，拢有通有智慧，甲你来找求，也通互遮个政策落实，互遮个疫情会当紧得到控制。主啊，遮个雨水只有你会通掌管，阮人无法度。我若无法度一直靠乌地下水伫遮来供应，只有你降落你稳定的雨来润泽即块土地，遮个万米才会通伫遮来发生。愿主你来赐福人民，互台湾的百姓回转归向你。愿主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咱若为着咱的身躯的需要来祈祷，咱用做为做伙来宣告讲：主啊，因为你是好。欢喜赦免人，有丰盛的慈爱，就是记啦求你啦，
了我，求你阿姨较听我的祈祷，阿罗听我恳求的声，伫我患难的日，要求叫你，你要应我。咱为着咱的新心灵，才会逐项来祈祷。有囡仔的考试，互咱灵需要伫遮来得到恢复。身躯开刀的，最近嘛有一寡兄弟姊妹开刀，求主医治帮助。然后主来伫因面对有做遮个癌症的事，求主来传出伊的圣手来帮助吼。咱为着遮来祈祷，特别为着新人的太太淑娟吼，面对着即个癌的细胞吼，卵巢的部分，拄仔嘛有来吼，我讲我一直咧替你祈祷吼，伫手术了迄款的恢复。咱恳求上帝吼，互咱兄弟姊妹伫迄款的病痛中间吼，有信心来恳求伊。咱如果你即个时阵有需要，你就徛起来吼，也是坐咧拢会使吼。咱做伙来祈祷，做伙伸出你的手伫遮来宣告，主你的宝血来清洗我，你所受的刑罚来代替我，互我有平安。你所受的逼迫，我得到医好。咱开声来祈祷，求主来医治来帮助。面对百姓，你环境所都来做困难，做你伸出你人民的手，你才来医治来帮助。主啊，愿做伙为着这兄弟姊妹大道谢，因有搁较济困难，而且来面对因身躯的病痛、身躯的软弱，你医治的权能来帮助。邀我来我医治阮的上帝，你知阮世上有劳苦有重担，总是伫你有平安。所以面对这劳苦重担，主你讲阮会当交托伫你的手中，就是将这所有的烦恼重担变痛，带到主你手的宝座前。主啊，当心的祈祷你要成全，当心的祈祷你要伫遮来听来应允。这是你的话的应允对阮来宣告，显示阮有信心。当阮咧宣告祈祷的时候，阮的灵愈来愈兴盛，愈来愈勇壮。阮就看见迄个喜乐正义到阮的心内，就成做上好的药方，来帮助阮恢复阮肉体的遮的病痛，会通伫勇敢中间来见证上帝你奇妙作为。愿主你所智慧。或者少年人因伫咧考试的中间，主啊，你拢帮助因会通敬畏上帝你，因为因才会通得到智慧的根本。愿主你来赐阮的兄弟姊妹心灵会通勇敢灵魂体自由形成，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最后，咱也要为着咱的主耶来守望来祈祷。主的话安尼讲，了我对深恩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愿你耳孔听我恳求的声。咱做伙为着咱的牧者团队，为着今仔日所有的遮的事工，咱个人甲上帝给有5位的成人洗礼，也有2位的小儿洗，咱求上帝来开因的心窍，互因的属灵的生命拿成长。有亲像耶稣忠诚的这个信仰甲智慧，咱为着今仔日宜农牧区后甲的领袖小组来祈祷，搁有咱的音控因足要紧的吼，也有这个训练求出来掌管，财务部来帮助咱的教会财务的运作。咱虽然预算无法度达到咱所有定，所以相信上帝透过兄弟姊妹感动。往会互教会有教育的稳定，会通伫遮来做福音的事工，来照即个社区，求圣神来感动你我，甘心乐意，知影迄个得到福气的秘诀，就是透过感恩、奉献、回应主的稳定。咱要做伙伫遮
来祈祷来感谢，咱做伙开声来感谢。感谢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主，你伫这个世代拢是我帮衬。主啊，互我会当伫你的教会时有智慧，伫咧传福音的时有教育的才华、教育的资源直接来回应。阮会当看见这世代需要来回应，帮助伊，互因会当经历上帝的恩典。哈利路亚，主，你的权能充满帮助，你的供应教育，互阮会当直接伫聚会中间，明白经历。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落你，你搁我的大权能来带来供应阮开力，也通引带阮伫礼拜中间斟酌听，详细来明白你的真理，互你的真理亲像开力换命来帮助阮，会通行伫主你稳定的道路。主，这时阮也要用主你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这个月。愿你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你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也赦免互阮的人，无你抓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在的。阿门。恁着学罗亚花，亚花的罗卜啊！恁着学罗，学罗亚好花名，亚花名受学罗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亚花名是应该学罗的。请咱三起立来吟圣诗第38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唱全首。咱同心来祈祷，听咱阮的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名，
你甲阮讲忧伤痛悔心，你的确无要轻看。主啊，你是信实的，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洗净阮一切罪过，赦免阮拢总的不义，也求你来医治阮一切病痛。主啊，救阮脱离来一切的凶恶，因为你甲阮讲，天离地遐尔啊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尔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你予阮的罪过也离开阮也是遐尔远。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你的慈爱规伫敬畏你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你的公义也规伫行行顺顺。主，你甲阮讲，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阮感谢你，今仔日阮有5位的兄弟，甲2位的小儿要来洗礼。主啊，你甲阮讲，只要阮心内相信，嘴内承认，就要得到救。感谢你，因为你予阮真侪你的囝儿，也叫阮信耶稣的人拢会当得到永生。阮献上阮的感谢。的确，你甲阮讲，除了耶稣以外，无别路名，在天下人间，予阮会当得到救。阮感谢你。暂时，阮来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仰望在你的手中，特别是今仔日阿加佩领袖小组影因的演名，求主你赐路，互同工有智慧，有校员有学习的心，你的教会会发展。听我来拜上帝，阮求即个时，你的圣神充满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你讲祈求你的，主啊，你要同因祈求。阮相信你讲敲门，你就要甲阮开门。求你借着耶牧师所传讲的信心，互阮信心哪加添，互阮会当重新得到困难，向前跑走上帝你为阮所备办的道路。献上阮的感谢，阮将今仔日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献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接纳。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你即时，咱要3角来启应。启文第65，就是启示录第21篇。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嘛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我阁听到有大声对宝座发出，讲：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上帝要亲心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嚎叫、疼痛。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阁讲，要写起来，因为这话是实好。伊阁甲我讲：完成了。我是阿姆甲何利加，是开始甲结束。喙呆的人，我要将活命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人为先者写的。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这时，请圣乐队来献诗，阿罗上帝。
即时，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伊在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和合本伫圣经第25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新约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20节，选着我来读。谢师你的兄弟得罪你，招着去，敢若你甲伊伫地的时，指明伊的毋对。伊若听你，就得着你的兄弟；伊若毋听，就着带一两人相甲去，用两三人的喙做干净，逐句话通做标准。17节。若毋肯听因，就甲教会讲；若阁毋肯听教会，就甲伊判做外邦，亲像外邦人甲抽象的一样。第18节，我实在甲恁讲，见若恁伫第二百个伫天里，也要白因；见若恁伫第二界个伫天里，也要解因。我阁甲恁讲，设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啥物，若是同心，就我伫天里的爸，也要甲因做成。因为无论啥物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组织，我也伫因中间。以上即时请本堂刘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你伫中间，你伫中间。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讲两三人奉你名三甲组织祈祷，你要应允，也要甲阮三甲同在。当阮做伙分享、做伙提醒、做伙祈祷的时，你就伫阮中间，帮助阮透过圣经真理话，开阮的心窍，互阮伫即个时刻坐伫阮中间的兄弟。感谢伊有心内有侪即个问题甲苦闷，你拢知。你知影因心内的苦楚重担，甲因所有的忧苦重担，拢会通交托伫你的手中。伫即礼拜中间，会当甲你相拄，感受着你就伫阮的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伫顶个月16号，台北的松山分局的中仑派出所，有一个优胜的教官，伊咧教即个技术啦吼。即个教官伫半暝看到一寡即个少年人吼，直接就甲因骂，甲因大声甲因喝安尼吼。你知影讲即摆少年人是？你毋通后壁看吼，管你咧警察的吼，所以伫遮咱看，迄暗就冲入去伫中仑派出所，伫迄所在将迄电脑、遐个主机、荧幕伫遐甲拍歹吼。落尾即件代志有爆发，了后台北的警察局长陈家昌局长伊伫遐表示讲，分局第一。时间甲伊报告就是讲，迄主机无小心落去啦，歹去安尼。拄前一工台电拄嘛佫停电啦吼，所以拢无录着安尼啦吼。所以要甲即个代志甲就讲化做无事安尼吼。后来警察局长下令讲，将迄个主机甲客转来吼。因为中间遐一寡影像去互分局长伫遐甲。伫遐甲删除吼，但你知影即摆科技是真厉害吼，管你删除吼，你甲除掉先吼，会当伫迄个中间将遐个原来资料甲出现出来安尼吼。所以后来咱知影讲即个所长甲副所长拢安怎移送法办吼，伊要
将即个证据伫遐甲消除。所以伫即过程中间吼，迄款的对话会引起侪侪遮的误解，也是讲无法度去了解，但是因为即个局长警察局长的坚持，派人然后去做一寡遮的检查佫无要委托警察局的部分，佫委外，因为无爱互遮个同事为难安尼知无？所以这个警察局长真有智慧，要哪伫遮来处理即件代志伫中间最歹的，也是讲即个最错误的，伊爱面对即款的法律的一个审判所以如果若伫咱的心内，咱内底的人性、人际罪性，而且所引起迄款互相的摩擦的关系，是有内心的监视器，要哪伫遮来协助帮助咱嘛？敢有迄个内心的监视器会通测验咱心中迄款的错误，也是正确嘛？过去咱的教会当然有一寡遮个监视器常常警察即武林派出所定定会来咱遮，然后拜托咱讲会使调恁门口2支监视器，因为可能有车祸，也是迄个乌多摆迄个置物箱互人偷骗物件，所以有侪侪机会，遮警察就会来调咱的监视的录影，然后伫遐来判断，然后伫遮来掠遮个凶犯也是遐个作案的人。而即摆总是内心，咱圣经知影讲有主伫咱中间，圣经也甲咱讲耶和华的目睭安怎讲银乌安尼也是讲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连你的内心伊拢了解。当主伫咱的中间时阵，咱就会通帮助咱判断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总是最后所透过即段圣经，对罪所带来迄款的人际关系破坏影响。伊互咱有一个伫教会中会处理的一个次序，所以今仔咱要来透过即段圣经，伫遮来认捌你我中间的耶稣到底是啥物款的耶稣？伊是敢若限制伫一个功能、一个材料，还是伊是亲像圣经所描写，伊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依然杂症拢会通伫遮来找伊。伫人甲人的协嫌的中间，迄款的关系会拄着的遮的窒碍，要安怎伫遮来找求伊？第二就是讲，咱要学习伫人常常对话过程中为什么有凶杀案？为什么有遮个伤害出来？差不多拢是对讲话嘛，对迄个对话开始，话讲了较大声。互对方感觉讲你咧甲我恐吓、威胁的时阵，所以伫迄过程中间就产生一寡情绪上，前礼拜牧师咧讲一个情绪，就是影响破坏咱，互咱的心灵中毒的第一个是啥？凶杀案所引起的为虾米？怨妒。该阮怨妒伊小弟上帝，你为虾米看像伊所现的罪，无看我？会现济上目，所以因为怨妒致到害死人，致到毁坏迄个生命，所以迄个情绪的一个火，一个中毒就是怨妒。顶礼拜咱讲到另外一个情绪，讲啥物？生气。人伫困甲咕咕叫，你伫遐咧气心劳命，然后毋是困袂去，无安眠药佫甲吞2粒。可能困2-3点钟安尼嘛好。总是你知影讲迄个副作用的影响。顶礼拜毋知你会记哩牧师透过遮个资料，伫遮来帮助咱看伊讲，原来遐个歹的胆固醇嘛，因为生气伫遐来产生出来呢。致到伫咱的迄个可能歹心佫一兼败架子。
迄个放支架嘛，对吧？所以有一个牧师伊就家己调侃，家己笑家己讲，我即马就是歹心阁咸无胆因为胆已经挂去啊我记迄是我的老师欧博士牧师啦心脏阁歹所以歹心阁咸无胆安尼。所以伫遮来，互咱反省讲，是毋是因为情绪伫遮来影响你我，伫迄个身躯造成顶礼拜讲迄个 IL6 所产生的，本来要攻击遮个，去攻击你的细菌，但是因为你的生气，造成伊的一个假象，伊的想法，然后倒转来攻击家己迄个生气的人的身躯。牧师引用遮个医学的一寡遮个报告研究，互咱倒转来到看讲，原来上帝透过伊的话，透过诗篇，透过侪遮个圣经的话，帮助咱看去，原来咱平常时嘛有即个情绪中毒的一个影响嘛。所以顶礼拜伫讲起，你的生气若超过偌久，迄个就影响你的免疫力，影响你的心血管，影响你的心脏。上好生气莫超过几分钟，30啦所以你会计时袂？你安尼用你的手机记者30分若念者你就好，安尼我莫生气嘛，真困难嘛，对无？所以只有顶礼拜咧甲咱讲，掠上帝最欢喜，这欢喜是头一个解毒的药丸，帮助咱，总是。伫咱生活中间嘛有真侪遮个引起伫对话中间的一个影响，一个读个，甚至诚做。头一个咱看讲做就造成人甲上帝、人甲人中间迄个隔断。上帝问亚当、夏娃恁走去倒？阮就眯起来，为什物眯起来？就阮看家己无穿衫、无穿裤。赤身裸体，为什物恁知影家己的状况？到尾开始对话你互我迄个查某人，就开始安怎推卸责任？你迄个互我甲做迄个查某人，互我食的啊！你看伫迄个对话中间，就讲起家己理直气壮，对方的毋对。甚至讲上帝是你毋对，送甲你要做即个查某人，敢毋是安尼？所以即个中间，互咱了解讲，罪是造成人甲上帝，互人离开上帝的恩典，然后嘛造成第一层的凶杀案。你是安怎看我无像我？你是安怎看见我？所以有对话中间，咱看以色列百姓因常常。毋知影家己的毋对，反倒转来讲，责备上帝讲，拢嘛是你无看顾阮。耶稣伫遮嘛提起讲，即个罪伫即个细囝的中间，若有遮失落的，若有遮有软弱的，要安怎伫遮来处理所以，互咱知影讲，上帝甲人的中间，因为罪会介入，因为对话的中间。会引诱咱，因为对话中间陷入伫迄款的迷失内底，陷入伫离开上帝的恩典的一个管道。所以咱看以赛亚书第59章第20节，咱做伙来读来，就是恁的罪过，互恁甲上帝隔断；恁的罪恶，互伊对。原来即个罪会影响咱的祈祷。会得到成就，会得到应允袂？原来即个罪会影响咱甲上帝迄个恩典，总甲切断去。所以这是伫耶稣伫处理伫教会中，伫人甲人中间，啥物人得罪你？有另外讲，啥物人犯罪？有即两个意思得罪啥物人讲话甲你得失，你互你气喘。所以地教你看，开始有埋怨，开始安怎生气，要安怎透过今仔日有啥物款的情绪中毒中间，要安怎来解毒，要安怎来帮助咱伫后壁，耶稣有提醒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法所以伫遮，互咱看讲，
正于到伫对话处理，如果若有人伫遮对待你无好诶时阵，要安怎？伫教会咧牧会常常会拄着，牧师啊，某物人对我安怎讲安怎吼，牧师着爱排解嘛。所以有当时啊，毋是牧师家己咧排解，可能会私下，然后会搁找两三个见证者，然后做一个处理的原则。咱倒来看耶稣咧教咱讲，甲人的即个对话中间要安怎去处理？头一个就是可能私下来指出伊毋对的所在。私下为什物私下？即个其实要指出错误，毋是要甲责备，毋是要伫遮甲控告伊。耶稣的意思就是讲，免甲人挽回，然后带伊倒转到上帝的面头前。当伊知影毋对，离开毋对，然后教会做一个适当的官兵的赦免，即牵涉后壁讲官兵、捆绑加讨绑，所以如果伫遮若讲当面，你毋敢甲当面讲，你着莫伫尻川后壁伫遮讲。所以意思讲，你爱当面，你若当面指出错误。如果你若毋敢讲，伫后壁讲遮个话，伫遐来影响，迄个影响力会搁较大。所以要安怎为对方伫遮来设想，这是耶稣咧提醒咱，非不得已无伫迄中间来公开。所以耶稣伫遮嘛顾虑着人会安怎名声名节啊。所以伫遮第头一个你私下。好，第二若讲伊阁毋听，实在是伊毋对，所以就找两三人伫遮做伙伫遮甲苦劝。伫《申命记》19章15节，咱做伙来读来。敢若一人袂通起来干净人啥物歹，什物罪？就是伊去所犯的罪，的确着用两人罪，是三个人干净的人的罪，正通定伊的案。伫遮当然有另外一个意思，讲咧判断即个案件，要安怎话咧案件会当伫遮来成立。总是耶稣咧顾虑着情理法。小会咧治理教会，小会最上尾咧处理遮个人甲人会友中间，也是讲遮个家庭的问题等等遮会通伫遮来到伫教会。总是毋是一个就来教会啦。是头一个，然后两三人伫遐检采，透过小组长、区长伫迄中间来做排解。了后，遮个圣经讲，伊若阁毋听咧，要安怎？好来，教会吼，讲伫即圣经顶面，也是讲伫检采有当时咱信任教会的即款的官兵的时。检采伫财产的处理，对无？伫一寡遮事务的处理的时阵，就会交代入去教会伫遮来处理会记得咱中级也是牧师咧上的时阵，会友咧洗浴，我毋知咱会记袂，也是种反正人咧徛起来，我就徛起来，人讲有我就有。所以伫遮咧讲伊讲，当双方若有失错的时阵，通保护啥物灾？小会，因为伫教会中间，小会咧做即个治理甲管理教会做遮个事务。所以伫遮咧提醒咱，就是讲要安怎，互迄个代志会当到尾，互当事者拢双方拢有通圆满，然后上要紧的目的挽回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这是咱苦劝伫遮处理即个公义的原则过程的中间，你看上帝兼顾公义甲自爱，对罪伊要安怎用义来审判，用迄个义的标准，公义的标准对罪着安怎审判。但是透过伊自爱的一款的一个层面，讲伊有怜悯。最近咱在遮会主有人讲牧师，咱也无看到你的影像啦，因为咱对5月开始放伫咧 Podcast 即个播客内底所以无搁再有即个用录影录影。
真歹势哦，你感觉有一寡回忆感觉无习惯就有录音有录音总是伫迄过程中是要囥伫外口即个平台，互佫较侪外口的人嘛有机会伫遮来听到圣经，因为无共款的遮个主题，咱有咱家己的特色，就是圣经然后对生活中间伫遮来分享。所以今仔日教会处理就是信徒其实出代志最后挽回伫初代教会中间迄个处理挽回机会就是伫教会。所以教会全体溃烂，若抑佫无法度无够野的时阵，若安尼，即个对象即个个案可能就是安怎坠落到伫迄个完全的地步啦。所以若安尼，教会咱看耶稣咧提醒，也是讲即段圣经咧提醒咱，教会就安怎？你伫教会伊教会的官兵是做一个宣告，讲你甲上帝恩典无关系。甲伊当作是外邦人，甲伊当作是好亲像抽象的。为什物遮咧讲着抽象的你知影，互人失去教会的即个生活，当时是一个真大的代志教会伫迄中间有治理权，亲像今仔日咱有5个，咱因为洗礼来进入到伫教会受接纳，有份伫教会一切的管理责任甲义务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教会咧做遮代志是尽量要互人甲上帝、互人甲人的关系有和好。若无教会无真简单甲做一个判决，讲你禁圣餐，也是讲赶出伫教会抽象的过去拢是用肉的，用肉的迄个铜包安尼我甲伊标落来安尼，即摆讲用标的若较古早的咱若讲用肉的，你就知影甲即躯残我甲你肉落来安尼反正不管我要卖偌济，我要安怎去收成卖偌济，这是我的代志所以伫遮过去即个抽象的即个国税局长安尼啦伊伫遐用可能我冒遮的总是我加甲你收啦，加甲你收遮个抽税安尼所以加抽税逐个会愿意袂？逐个会愿意是安怎应该交偌济尔？你甲阮抽遐济剩的拢伫落地仔底，莫怪真侪人讨厌当时迄个税率，就是抽象的所以常常伫迄中间安怎甲抽象的看做是啥物？甲抽象的看做是甲遮外邦人、甲遮个歹人、罪人共款。所以伫遮意思就是讲，因甲上帝的角度安怎无关系啦，无关系。所以伫咱的中间，咱看讲，面对即款的困境，面对即款的问题的时阵，对话中间会产生遮个冲突，也是讲伊入做要安怎透过咱看伫咱中间的主，伊安怎伫遮来帮助咱上帝国要安怎展现，是透过人际关系。主祷文拄你咧祈祷的中间，毋就真足无？阮伫天的爸伫讲起咱甲上帝关系，过来伫人甲人的关系中间，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也赦免过阮人。迄款的情绪所带来的伤害，然后我有去赦免伊也无。所以上帝国毋是伫迄个真悬的所在，是伫人的中间。所以主讲，恁2-3个人若同心自执，我就伫恁的中间。当有主伫咱的中间的时阵，迄敢毋是上帝的国度嘛？所以头一个就是讲，透过这个公义的原则处理，就是拄仔耶稣所讲的，拄仔伫迄个圣经内底所提醒讲，头一个、第二个报教会。到尾若无法度，就安怎宣布伊甲救恩无关系，然后好亲像家己当作是抽象安尼。这就是伫教会中间咧处理有这处事，这嘛是下伫啥？迄个公义的原则。我拄仔咧讲的意思，就讲上帝对罪伊要对付，所以爱有付上代价。今仔咱守圣餐是啥物意思？
耶稣替咱付上伫十字架顶，即个动作就是要对付罪啦。为着咱献上，因为咱无法度用净生伫遮来代替。过去咱民间信仰也是旧约，拢是用净生祭生嘛。但是今仔日无法度搁再用这，因为无法度除罪，所以耶稣当为着咱付上代价。所以咱在领受即个杯的时阵，咱就爱知影讲，哦，原来是耶稣亲像这个祭生，亲像上帝羊羔牵到受台所在，为着咱而付上代价哦。所以在对付即个义，要对付罪的问题。爱符合即个原则，总是上帝阁有疼嘛，所以因为安尼，耶稣当来到伫世间，伊诚做人，就是要甲人带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要符合伫上帝的疼，所以公义跟慈爱安怎，同时要伫遮来满足，公义甲慈爱要同时伫遮来满足，互上帝迄个义。爱满足，互人呢，伫迄个软弱疼的中伫软弱迷失的中间，上帝的疼，甲人赢得倒转来。这就是拄仔伫讲的迄个原则的处理的过程的中间，毋是一下就甲判死刑，毋是一下就甲赶出教会。第一就是讲，透过耶稣互教会有这上帝国的所施权。顶礼拜你毋知有注意听无？迄个赦免，迄个饶赦好，迄个是上帝互咱赦免咱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迄是上帝互你有即款的权柄，互教会，啥物人是教会？甲你的边仔讲，你就是教会咯。毋是干那讲小会伫你遮尔，咱是教会，咱是教会，所以当你伫做即个。定罪甲赦免的时阵，你知影你伫使用上帝互你的权柄啊？这是伫几年前，阮去彼得因兜吼，后壁有阮甲彼得翕相啦吼，伊摕一支衫，迄毋是管啊，迄是锁匙咧，吼，伫迄个加必龙遐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将即个权柄交互。代表教会这上顶就是彼得，迄靠你彼得，你咧要代表教会，也是咱拢是代表教会，所以互咱有即款的捆绑，捆绑地面上捆绑伫天顶的捆绑，捆绑另外一个种，我教会伫遮禁止无效上帝的遮的一寡代志的时阵吼，另外较严重的就是定罪、禁圣餐。中古世纪的教会拢甲伊赶出教会，那安尼伊就真凄惨吼，一寡遮的福利拢无法度伫遐来享受吼。另外偷放就是我温存你，吼，我互你有即款的机会赦免，要赦免几遍。其实即段的经文了后壁21节就开始接到啥物？彼得来问，要赦免几遍？我对待即个一再还，我要赦免伊几遍？哦，这都无简单啊！吼，你若会当赦免到490遍的时阵吼，491遍你会阁赦免袂？会袂？拄仔人讲毋袂。其实耶稣伫遮咧讲，咧提醒咱吼，这有一个背景，来咱来读一段来。该阮的生冤若是7倍，就大尾的生冤的确77倍。意思就是讲，该阮杀死的兄弟，然后可能引起其他人不满，要伫迄个中间来甲伊报复，也是要伫遐杀伊。耶稣伫遮意思咧提醒讲啥？甲迄个无止境，就是讲。无止续吼，无停止的即款的一个报复，要安怎甲转换成做安怎？我一直咧赦免，我一直会通饶赦你。这是耶稣伫这中间咧对话中间，我伫恁的中间，恁才有即款的啥才调啦。若无你赦免袂落，因为伤害我太深的嘛，伊对我足无好的嘛。我伫迄中间受着足济的遮苦楚，所以你讲我要安怎伫遮来赦免？有个人讲到这个目屎阁流啊，老师啊，我赦免袂落，
我手提醒上帝话是安尼，互咱有一个解毒的良方，药方呢。进前的情绪怨妒，进前的情绪生气，掠上帝最欢喜，你敢欢喜会落？耶稣伫教咱的祈祷内底，只有提醒咱讲，你着安怎赦免迄个辜负你的人，你才会通甲上帝得到迄赦免。所以后壁有讲起一寡遮个地，欠主人偌济，1000两银的，甲欠20箍的，等等遮个代志。所以还是姊妹，咱看讲即段圣经就是咧提醒，要安怎互即款的生气情绪的中毒，会通透过顶礼拜所掠上帝最欢喜，一礼拜甲咱讲，迄个赦免是互咱得到透放，互咱会通对上帝来迄款的祈祷，会通直接来得到安怎应允。所以恁同心合意来讲看卖，你有同心无？有看共款的看见无？若有诶时阵着安怎？咱就看见讲好啦，安尼共款看见赦免伊。伊若悔改认罪，伊若愿意讲悔失的心，好，我就接纳伊，我赦免伊。伫中间，咱有看到啥？你的祈祷就开始要得到即款的回应吼。所以遮讲的同心中，你有共款伫即件代志伫判决的中间，你有带有上帝的听，共款的意思讲，我要甲伊挽回转来上帝。但是，毋是拢怎啊拢是非不分，毋是。一定要有一寡遮个提醒，到尾啊真正无法度，就伫迄中间来看待宣告因甲这救恩无关系，甚至赶出教会吼。最后一个就是咱看讲当心自责，伫遮俄罗敬拜的时阵，如果若无有奉主的名，迄就是俱乐部，迄是一个俱乐部，迄是一个其他的团体啊。总是伫遮咧要紧的种，当咱奉主的名，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讲，伊迄款的权能，伊款的能力，当咱咧看思念神的名，即本册人孝念上帝的名，即款的，你着较了解讲，当你咧奉主的名咧宣告，迄是有啥物款的意义？是包括伊掌管宇宙万项有的，毋是一个地方的神格，亲像民间信仰咧拜地方的一个神格的神，伫遮咧拜若定。咱做来读来，我阁甲恁讲，说出恁中间两人伫地里无论求啥物，若是同心就我伫天里会甲因做成吼。两三人同心，然后奉主名三甲自责的时阵，迄款的应允就要伫咱的中间。当耶稣伫咱的中间要带来啥物？当耶稣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伊要帮助咱，互你有气力，互你会通赦免。当你感觉赦免袂落的时阵，你有法度来帮助，互你的大拍火安怎消变细拍，然后怎啊甲拍互花。赦免好亲像一个灭火器，在帮助你。当你若愿意赦免，其实遐会重担，甚至你身躯的一寡只会变疼。有当时因为安尼真奇妙，得到医治。求主来帮助咱，当咱同心合意，佮奉主的名三甲自责。今仔日咱要看见有即5位，因伫主的内底，因要伫遐领受即个救恩。即伫灵界中间，拢知影伊是上帝啥物款的身份。所以相信主伫咱的中间，也伫你的生命中间来掌权，才会通帮助你活出伫冲突的中间迄款的疼，伫疼的内底，你通有法度接纳对方、赦免对方，然后继续来听对方。咱要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祈祷吼。主当阮奉你名三甲自责，同心恳求的事。
日伫阮的中间，帮助阮引带遮个无道的朋友，要进入到你救恩的国度，这是一个开始。要互因伫这个信仰中面不断地成长，因为你伫因的中间咧陪伴因。主你应允，这个同在是到世间的落尾。如果阮若无离开你的恩典的时，阮发现阮的情绪真侪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人甲人的对话，甚至会影响到遮个生气、怨妒，到侪遮个无好的情绪。所以主，你时时透过你的话咧提醒阮，阮生气毋通到日落，毋通互魔鬼有地步。你的祈祷教阮的祈祷嘛，有教阮讲着爱赦免辜阮的人。这是你帮助阮的心灵中毒解毒的一个真要紧的秘密。因为安尼的影响会互阮承接上帝你的赦免，甲你的应允要享受落来。如果阮若无亲像主上帝你赦免阮，那安尼，阮就无法度得到这个赦免。你伫阮的中间就会做一寡这个裁判，总是你来，就是帮助阮伫迄个真恶的做决定的时，帮助阮有做正面好的选择决定。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吟354首第1节、第4节，咱坐咧吟。咧吟的时，请这5位要受洗的来到头前。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神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比着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彼得，迄时有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来讲，恁着深信，恁若真是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上帝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所以今仔日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做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你们注意来听吼，注意来听。来应答有，也是无。
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有啊无？有啊无？有没有？有。我搁讲一遍哦。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啊无？是听无台语哦。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他。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一辈子行上帝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你们有没有决定要这样做？有啊无？大家来从这边了哈，玫瑰。杨玫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互你一人得救，全家得到救恩。也所接触的，拢要因为你来看见上帝国度，领受永远的恩典。上帝要互你所做行通顺利，靠耶稣的名，阿门。谢玉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做圣神要赏赐你有无限的创意，要伫你的内底，互你心意更新。你的心意更新变化，就要看见上帝伫你的生命所展现的，互你看见迄个无限的恩典，也要因为安尼。互你所有的创作会通影响搁较侪人来认捌上帝救恩，靠耶稣的名，阿门。丽莲，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帮助你，互你手所做，透过你的影响力，伫你四周围，要伫你生命中间来结生命果子，互你因为你的疼来感化侪侪人，领受上帝恩典，靠耶稣的名，阿门。你从前，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诚做引带搁较侪人来到主面前，互人达得福音的好处，将搁较侪恩赐要赏赐你。你有即款带人的恩赐，会通影响人，你诚做上帝的领袖。要伫这世代看见搁较侪奇妙上帝作为，靠耶稣的名，阿门。
吴子涵，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圣灵要更新你的心意，让你不再一样，让你在这个世代成为年轻人的榜样，不再被看轻。神要使用你，影响这个世代。你要调整你的生命，更爱主，靠耶稣的名，阿们。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予恁一真正成，佮愿恁的神、恁的魂、你们的身心灵，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去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有份于主的圣桌及他新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全能的上帝，听阮的主，伊愿意真做人。互阮伫迄个罪恶中间受隔离的过程，来搁甲上帝和好，也帮助阮伫耶稣基督内底会通得到天顶同样属灵的福气，包括永活的救恩。但愿主你分别即几位做善，互因的生命愈来愈大汉，互因会通晓悟上帝国的事。会通伫上帝你的引带下面，因也通成做即个世代祝福的管道。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你们向后转哦，向后退啊，向后转。咱请小会员来接纳。咱请熟练的同伴伫遮来敬赏。咱先对子涵这边咱他会签来向前好不好？徛到中，要来就站在中间站在中间。要脱口罩吧，照相的时候了。来，从正遐是咱遮袂穿着落，较中的，较中。等一下好吗？属灵伙伴先来。一先是罗月，我们未来的明日之
新我们的导演啊，还有很多的创作。妈妈给我上红包了。来介绍一下吼，咱因的亲友啦吼，子涵就是拄仔遮因妈妈啦吼。好，从正兄甲丽莲姐吼，因有迄个儿子吼、女儿甲孙仔吼，来，你们站起来，哎。好，请坐啊，请坐。玉仙哈，玉仙，来，未来的婆婆，罗医生，前面，罗叶，好，坐。玫瑰哈，玫瑰虽然亲人没来，那个第八区都是你的家人啊。好，请回座哈，请回座。你5位可以请回座哈。等一下照相的时候，我们要拿花出来哈。咱来吟圣诗352首，第1节到第1节、第5节，咱一个吟。圣诗352首，第1节、第5节。请2个细囝哈，爸母陪细囝来。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因摸学生即边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故事即号人下。我实在甲恁讲，囡仔先接上帝故，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还无明白这个事。了牛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互的。上帝要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上帝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伫遮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请恁注意来听，大人爱伫遮来回应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有要安尼行无？愿主来赐恁甲恁的细囝帮衬恁伫遮来守即个约。小花，小花，张富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
然后主要想赐你对细汉到大汉，互你到大汉好有持，大汉要成做上帝使用的，祈祷靠出名，阿门。杨宇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做上帝甲你三个同在，因为你是上帝特别赏赐的产业，做你对细汉到大汉，恩赐加添，也有主的同在，靠耶稣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即两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约文典。当遮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你爱细囝来就近你。也帮助遮个父母会通伫囡仔细汉的时阵来引带因来亲近你，我也相信你保守看顾因，对细汉到大汉拢有你的平安，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引带，互因到大汉到年即成长的时，拢无偏离伫主你稳定的道路。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来，我过来介绍一下吼。来，子贤、新宇哦，来，阿嬷哈，阿嬷徛起来，阿嬷。小花。牧尘吼，来，阿公阿嬷伫啊吼，外公阿嬷吼，文贵兄吼，咱的莲姐吼，莲执事，好，请回座。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要准备来领受主的圣餐。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教会陪参者，会当三角来守主的圣餐，就是你已经洗礼、信仰告别坚信礼。如果咱中间有无道的朋友，如果我们有慕道的朋友，请你暂时莫接受，会当真期待你会当紧紧来
领受上帝的恩典。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对囝仔归远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祝福气伫恁的中间。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讲，即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了后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的药，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囡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遍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咱做伙伫遮照耶稣的款式，咱做伙来祈祷，一起来祷告。主耶稣，阮即马照你的命令，甲主同齐道，用杯甲饼来纪念。耶稣，你替阮拍破石盘身，流出你的宝血来洗清阮一切污秽拉残，互阮甲上帝中间的隔膜会通伫遮搁好，恢复迄个囝儿甲老爸关系。愿主你家己来索去，通过杯甲饼，互阮心心灵拢会当形成，继续跑走伫主你所赏赐恩典的道路。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就要领受新的约的恩典。请小会员伫遮来服侍。当你领受到杯甲饼的时，你会通祈祷，边听的求主来医治，软弱的求主来养助。主耶稣是你我的牧者，伊互咱无欠缺，伊带你倒伫青翠的草坡，带你到伫安静的水边，伊要互你的灵魂静养，他要使你的灵魂苏醒。为着伊的名，带你行伊的路，他要引导你走在得救的道路上。伫你人生的困境，伊要用伊的腿、伊的拐来引带你，来安慰你。伫你面对挑战、对敌的面前，伊要为着你来排泄炎邪，伊要用圣神的油伫遮来保护你，
互你所领受的福气的杯要满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悲，的确要对你到一世人。好掉咱就永远徛去伫上帝的厝。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是为着咱付上代价。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来设立这个杯，互咱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主面前，来得到伊的怜悯甲恩典。这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约，是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设立的。这是基督身躯为着你拍破的。这个杯是伫耶稣基督的宝血设立的，要互你的罪来洗清去。毋知咱中间有兄弟姊妹，你是有陪餐的资格，啊无领受到杯甲饼无？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杯是新的约，是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特别啉的时，就用感恩的心做来领受，咱做来。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扬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甲伊所要享受的福气，甲恁三角同在。咱搁一遍来祈祷，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信实何等的大，互阮会通有机会领受圣餐。培养阮属灵，这灵魂真活的食物，会通降级阮的需要，互阮面对世代凶恶，求阮有主你的保护，互阮靠着主你所享受互阮的快乐，阮赢过这个试炼。搁一遍提醒阮时时亲近你。你就伫阮的中间，甲阮三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
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暗时基督徒，请你无明白感谢的意义的时阵，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谢。真实的，是光明的。主，阮来感谢，主，阮感谢你，因为你互阮得到平安，一切拢顺利。主，阮担要献上阮的才能、金钱、甲时间，为主你所用。主，阮来感谢、祈祷，奉耶稣叫圣尊名。请坐，这是咱请牧师来报告。报告大众，要先来欢迎头一面咱中安组来礼拜兄弟吼，张牧宏兄弟毋知伫倒位咱来欢迎，欢迎上帝祝福你，请坐请坐。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面伫咱中间组来礼拜兄弟啊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今仔咱有完成第3次的圣礼典，有5位的成人洗礼，2位的小儿洗，愿上帝来所赐予因互因的信仰会通坚固。咱后主日是母亲节主日，礼拜中间会邀请谢丽媛、朱元夫妇即夫妻来做家庭见证的分享。欢迎你会通邀请遮无道的朋友伫遮来参加，这是喜幼龙的囝儿啦吼。5月29到6月初5，咱要举行小组长的训练，时间是早起9点到下晡4点，请各小组长会当推荐同工有上过少年家长的组员来接受训练。伫5月23进行来填写报名表。咱后主日是庆祝母亲节主日吼，后主日会赠送妈妈出色的妈妈有一份礼物。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一定爱落实入来有刷卡，有这个实名制，请兄这正义教育教会需要刷卡吼。5月14爱幸福讲座以家人为之名这邀请林建中吴淑芳夫妻来分享饲囝的甘苦谈因生5个所以无简单。即马结婚了拢毋生就是有一寡担心所以咱听讲的人生5个安怎过来安尼上年大遐5月初5到6月28日，台北荣总桃园分医医疗大楼1楼的文化走廊，有举办书法甲国画展，欢迎兄姐前往参观支持。你的手机若是智慧手机，你会晓用袂？咱有开一个手机录影玩拍课程。伫6月初5开始连续4遍伫早起10点到12点，课程免费，但是需要缴保证金500块。5月开始开放，大家年龄层来报名，13岁以上拢会使。适合就是对手机录影有兴趣的遮个朋友啦咱爱事先报名，名额40名。会当上网，这个网址伫遮来报名。已经报名参加拜二德中妇女北区母亲节宜兰一日游的兄弟请注意伫拜二早起6点50集合7点出发。你若无够放照其他咱家看5月寿星，请你起立，甲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拍无爱祝，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活命对你来，你所想事是丰丰富富的，你爱阮活着嘛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愿主你所赐予阮的兄弟姊妹，纪念上帝的恩典，纪念老母迄个生产的艰苦，也互阮会通领受你的恩典，成做即个世代的祝福。祝福其因手所做的行通顺利，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真济，咱来读金句来读2遍，因为无论什么所在，有2、3人伫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搁一遍，因为无论什么所在，有2、3人伫我的名。我也伫因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咱念伊请小有缘，甲遮个洗礼的遮个兄弟姊妹结束了来遮翕相这是咱三个来唱祝福的诗，正诗第403首，主找牵我，请起立唱全首，音字线请牧师祝祷。主找牵我，主找牵我，主找牵我，耶稣求你找，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引带，主充满我，主充满我。当心祈祷了上帝所
奉主的名，三角自执，你伫阮的中间。阮奉主的命令出去，要成做即世代社区朋友的祝福的管道。求你将属天的快乐、福气赏赐阮，互阮会通靠着上帝的同在，分享你的福气，也圣神的感动，知影安怎来挽回这人倒转到上帝你面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咱灭倒。咱的礼拜到这完上帝所求咱彼此来请安，请守卫员或者团队服务，还佫有这。